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江湖当中是讲究气运和心境的。雪中前10的强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敌的时期，比如天门前的邓太阿，武帝城的王仙芝，巨北城的徐凤年。那么老剑神李淳罡无敌的时期又是什么时候呢？此时又是否是他的极限呢？雪中的江湖中，武夫的品阶是按照破甲的数目来算的，能破10甲以上的就是2品武夫，而进入1品境界后就是质的飞跃。这个级别的高手一般能够破甲数十甚至数百。最经典的有当年西蜀剑皇一人守一城，面对徐家铁骑宁死不退，在徐家军的围攻和几位死士的袭击下，西蜀剑皇最终杀了800位徐家军，力竭后被徐家铁骑给碾成了肉泥。西蜀剑皇并不是一个很强的1品高手，他应该是1品金刚境。徐彦兵曾说过，如果西蜀剑皇能够领悟几手指玄秘术，或者有天象境感悟或者换气功法的话，那么徐家军死伤的人数会更多。剑客最巅峰的还有当初吴家9剑破万骑，9剑当中有2位天象境和最少1位指玄境，再配合其他境界的剑客组成剑阵，杀了北莽万骑。可惜9剑只有3剑活了下来，活下来的这3剑也是重伤不治。也不是所有的高手在面对骑兵的时候都是悲剧结局，像北莽的大魔头洛阳曾经就一路杀到北莽皇宫前，那些骑兵和士兵根本就挡不住他，最后还是军神拓跋菩萨出手才将他给逼退。骑兵想要杀死1品高手的难度也很高，一位1品高手如果一心想走的话，没有同境界的人阻拦牵制的话，骑兵根本就追不上。这些和骑兵大战拼到极限的，都是心存死志不愿后退的。说起这些一人抵挡1支骑军的事迹，自然少不了剑神李淳罡。那么李淳罡又能一人敌过多少骑军呢？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李淳罡最巅峰的一战就是广陵江之战了。那一战的李淳罡有多强，又是否达到他的极限了呢？李淳罡有2个巅峰时期，一个是当初年轻时天下无敌，效仿吕祖青山仗剑过广陵江时的风流潇洒；另一个就是心结解开后，广陵江头一气千里又百里后的天人境了。当时的广陵江畔，广陵王赵毅派了3000铁骑去围杀徐凤年，要为自己的儿子争一个世袭莽替。李淳罡和在王仙芝巅峰一战后，本想隐退江湖了，但为了徐凤年，还是出手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战。一气流转突破天人境后，帝国东南最精锐的1支骑军，仅仅半个时辰被李淳罡给屠了一地呀！3000骑兵仅剩400骑。赵毅知道李淳罡很强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强到这个地步，连他也被杀到胆寒了。当时的赵毅原本可以再调几队骑兵过来，但或许是被李淳罡给杀怕了，也或许是被徐凤年那句“你满城尽选北凉都吓住了”，赵毅收手，带兵撤退了。其实如果赵毅坚持要杀徐凤年的话，当时的李淳罡也是强弩之末了，已经扛不下去了。只要赵毅坚持，徐凤年几乎是必死的。这一战过后，江湖当中再也没有新老剑神一说，不过代价也很大。一战过后，李淳罡负伤隐退，留下了隐疾。自他隐退后，整个江湖都好像老了一般。能让人有这种感触的，也就一个李淳罡了。那如果当时的赵毅坚持要杀徐凤年的话，这时的李淳罡还能坚持多久？还能再杀多少骑兵呢？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江湖当中是讲究气运和心境的。雪中前10的强者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无敌的时期。老剑神李淳罡一剑破甲2060，是否是他的极限呢？广陵江一战后，李淳罡已经命不久矣了。按照黄三甲的说法，这一战对于李淳罡的伤害极大。如果选择飞升或者强撑的话，他还能活一些年月。但他是李淳罡，不屑去做那些飞升之事。等他的遗憾完成之时，便是李淳罡逝世的日子。这一战之所以对李淳罡的伤害这么大，关键在于一气一剑当中的一气。天象境的修士可以和天地共鸣，可以气气相生，通过换气来调整状态。只是李淳罡不屑于这天象境气气相生的手段，也有可能是在骑兵的围攻下没有换气的机会。对于他来说，一气就是一气，一剑就是一剑，一气之长绵延千里后有百里，不换气能够一剑破甲2600，这才是最让那些宗师强者们震惊的。而当时也确实是李淳罡的极限了，已经没办法再强提一口气。就算能杀，最多也就再杀10余骑就要身死了。如果李淳罡选择气气相生的循环之法的话，即便是护着世子殿下这个拖油瓶，这一队骑兵也不够他杀的。那么一气破甲2600究竟有多强呢？番外篇中达到天人大长生境界的徐凤年曾经说过，或许只有吕祖在世才能够做到一剑破甲2600的壮举，就算是他也做不到。就算气机够了，但是他的剑法还是差了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